咱台湾社会即马老人是愈来愈侪，也毋过这外籍个家庭看护审查标准，毋但是够讲，阁无够优先，所以真侪国民党的立委是表示讲会提案来修改即个就业服务法的第46条，放零审查标准，互80岁以上甲70至79岁第2期癌症的病患，会当毋免经过医疗评估，就申请到看护的服务。 国内会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。根据卫福部的估计，2026年当照照顾需求的人数会超过100万人。早起国民党立委召开记者会表示，目前外籍家庭看护审查的标准是真废弃嘛无优先，增加民众的负担，所以提案修正就业服务法第46条，甲80岁以上，还有70至79岁癌症2期以上的人，请外籍家庭看护的时阵，会当免经过医疗机构专业的评估。 来减轻咱国高龄人口照护的需求。因为过去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，好，但是这个标准就放在那个地方，那常常导致有意申请的人很不愉快，好，甚至在现场或者是在后续引发医疗纠纷，引发很多的冲突。其实这些对于社会资源来讲都是一个浪费。国民党立委表示，咱国适龄失智的人口估计伫2031年会达到118万人，对高龄化甲少子化会带来更较大的冲击。 尤其着癌的济岁人需要更较侪照顾，不过咱国劳工欠缺，一般的家庭是真恶申请到适合的照护人员，真侪时阵拢是厝内女性牺牲因的事业，所以若修正就业服务法第46条，麦当协助妇女重新登去工课场。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，你可以看到80几、90几，他都还是可以自理生活自理。我们现在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外劳在等着台湾去做聘用，连外劳都有劳动力来源不足的问题。 所以你把数量开得越大，但是相对没有那么多人进来的时候，最后会变成极重度的家庭，他没有办法聘雇他真的需要的照顾人力。一位强调讲，目前照顾的人力，若是欠单个的劳工，或者义工若是嘛无够，在高龄化社会情形之下，老人照护袂当孤单，修订就业服务法第46条是有必要的，才当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